今年因为这雨水多加上温度正适合，这中华八卦山的灵应奶子花是开甲真高。芳农也真欢喜，讲今年有蜜通好收啊。也那农民也发现讲，英国接触起的奶子草刺菇啊数量变甲真少。农改场表示，除了是防治的效果，也将有可能是这奶子草刺菇啊的自然族群发展有变化，影响到因的生态。芳农拍开芳厨观察芳仔采蜜的状况。今年因为雨水高，加上奶子灵应开花时阵无拄到高温，开花状况好，芳农就表示，今年蜜的收成甲旧年比至少加2倍多。因为旧年花开了歹，灵应树又分大细年，旧年开了歹，今年开了较好，所以今年的收成大概是旧年的2倍以上。南部今年阁如何？安尼中部是嘛算袂歹安尼。中华八卦山沿线乡镇大概种1500公顷的灵应橄奶子，这几年因为天气反常，影响果树开花结籽，阁有奶子草菇的危害。那农民无收成，芳农嘛采无蜜。今年天气较慢热，灵应奶子的花拢大开，嘛无看到互农民真头疼的奶子草菇啊。农业处表示，这是因为这几冬的防治有效果。针对山内底较无大气力的所在，咱就涂迄个平复小风。东家荔枝村向那边外溢的时阵出来，佮拄到，容易有在喷加油啊，为一个防线的概念，很严格的把这个防线给它拉起来。草菇糖伫咱台湾差不多有15年左右的历史啊。那它先入侵的时阵是伫咱北部跟南部地区啦。那咱中部地区差不多是在107年那时候就严重诶。最近这3、4年来，大家共同努力防治，还有以自然的一些族群的一些发展，起码其实也数量已经是真少啊。除了防治工课预防，台中农改场也认为，今年4月阁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，这对需要过冬的奶子草菇仔来讲是真歹活落去的。农改场嘛呼吁农民，唔通因为这几冬草菇仔数量减少，就伤可惜。更远的管理防治嘛是爱做好周知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